伊这个上学语来讲甲天文啦，地理啦、诗令啦，诗节什么算嚟甲咱的做生意啦，迄个行政管理，这拢有关系啦，伊表现出来就是简单的，短啊，几字啊的话，伊就个通表现出足济内容无，来，来，这我过来，有人也是，有人要读看卖好无？这三句，用，好来你来。啊，系啊。嘿。伊也无味，三条狗唔通去，过三条岭无想厝内会无惊。对，好，来，这是 Dennis 做的啦，不锈钢。谢谢老师。嘿，你这那个一般叫做环保筷吧？对。嘿，你这个食饭时你会想起我。迄个听讲迄12000年以前哇，咱台湾的东边遐有一个真大地迄款陆地啦，叫做母大陆母大英语写 MU 尔啦若讲起来有诶是讲女字旁个是母亲的母啦，母大陆有诶人讲 Atlantis 啦，但是有人讲 Atlantis 伫非洲也是伫迄地中海，但是迄拢无要紧啦，大地震像即摆呢沉落去，这毋是老师讲的为什么拢即摆你去迄个即摆咱所学离咱台湾通近的所在，就是迄个与那国岛日本啊，伊个海底有迄石壁安尼空甲这一个所在，迄听讲是12000年沉落。咱的平湖迄个火井啊，迄下骹嘛是有迄就是迄种，咱会遐拄好，拢12000年以前沉落沉落了，伊主要敢若是迄个柏拉图，也是伊讲遐Atlantis遐敢若好，人伫遐生活袂输伫天堂无有冷泉，有温泉，是世界算咧宜兰，我宜兰遐有温泉，搁一个所在就是意大利啦，其他温泉就温泉，冷泉，所以这个鼓山听讲是宜兰县的福地了，迄种先天大地无，玄迄个玄就是乌的意思啦，宇宙洪荒天地玄黄无，以前我做兵的时，有迄兵籍号码无，阮北部去拢天几天地玄有的是有的写地，有的写玄迄就是你东西南北伊甲你编籍号码，鼓山全世界这岛通称现物的都是鼓山，哇，甲动物的有够熟的啦，伊伫东北季风，甲这也共款啊。东北季风若来伊个气流来是拢会水汽，伊先炸着，一般是为迄个东北角、东北角啦，东北角盐寮遐无，一般日本人来接台湾那个福良遐海边无，直直过来为这个石碇无，石碇才个目沙，直直去到这个翡翠水库无，这是一个风坑无，我会记永摆我读大学的时，我读政大嘛，迄个下冬天有看到乌云，莫讲看到日头啊，3个月90天内底无超过1礼拜
足熟悉哦。若要出来台北，目屎海直落哦，啊，就行，马术人行到公馆遮吼，就打，啊，无过OMT，吼，啊，这个龟山诶，顶头脑诶，敢若云打着吼，雨一定来，迄足准诶啦，迄无准吼，迄实是啊，足准吼，啊，这个宜兰县安怎叫做福地咧？伊叫做龟山，啊，龟山对面就这个咱咧头城迄什么海水浴场遐无？遐海岸线有一条吼，伊色吼较无共款沙地啦，啊，伊就讲迄敢若蛇无，吼，哦，啊这迄就是讲先天大地伫天顶吼，哇，你若去庙，一骹大龟，一骹大蛇无，吼，所以伊伫遐吼，拢会保护着台湾的，吼，啊，嘛会保护着阮宜兰啊，吼，这个吼，共款啦。啊，这昊天哈，这伊就是进入天啦。伊三字甲伊读做伙无？吼，三字读做伙，吼。啊，雨伞一定放边，你随时去拢会落雨。哦，米红无米吼，三条啊。哦，伊这个三条领，三条角其实是4百了话咧。三角的来，哦，对，好了好，我来，三迪亚哥来，送你吼，这知影的人哦，原来无几个了吼，好，谢谢，三迪亚哥三条角，吼，较广义的讲吼，咱讲三条呢，吼，广义的吼，讲较快就是为这个差不多。为咱这5度7度为迄随风过，吼，随风啦，吼，一直去到高雄啊啦，吼，牡丹啦，吼，这个迄啦，凤流啦，吼，即摆迄是较广义的讲，即摆以前若要去宜兰吼，有几个一条是为这个。哇，为咱这个嘿啦，为了石碇啊这边无，啊有诶是为新店迄边啊，另外一个做迄个草林古道，吼，草林古道，啊，迄个有一个好二排啊，哇，你有人捌去过无？哦，袂歹吼，啊，听讲迄只好是买的哦。听讲一只角个是伫迄什么新店迄款一般伫关怀人的所在哦，吼，嘿，吼，另外一个是迄个龙陵古道是较我凤龙这海边过去无，吼，我以前我的班吼。为着要去找一寡遐诗吼，我拢有去啊。龙陵古道嘛去，草林古道嘛的，草林古道，吼，你若有去就知，伊迄就是刘明灯，刘明灯就是清朝是伊总兵就差不多是现在陆军总司令啦，吼，差不多迄了。伊就是为草林古道行。嚯，行到通关的所在，都一间风味真透啦。伊就听讲，伊都无什么讲，拄伊的桥内底讲有一支扫帚啦，伊就为吼，迄天空安尼雨甲写是雨这字啦，迄就是即摆吼，就有影做啦。伊写了，迄雨甲即个风压着，最后风都无去啊咧。听讲，以前我嘛有遐过，听讲遐吼，遐嘛应该嘛有一寡迄个临时的通大的所在啦。其实吼，迄拢嘛是，古早迄拢嘛土匪啊，这拢嘛伫遐。
啊，来我会记我做囡仔时，我伫罗东吼，迄阵啊交通也无遮方便，行路为遐行到台北，一暝一日，透早为宜兰啊罗东行，啊过迄个金面山无，打溪无，啊为遐盘过，也有啦。啊，另外是讲为头啊讲的这边山吼，啊所以啊遐三条遐吼，土匪也是济，所以吼，迄位拢伫遐吼，迄土匪也杀害，哦，所以讲吼，那想要过三条了吼，这就无法度受厝。啊来，这是厝吼，迄只讲起来这是厝才是正字哦，吼，这有读过迄个诗文就知啊。啊，若迄个草仔头，佫是这厝吼，迄就是古早草仔厝啦，平民百姓无，吼啊，这个厝哇，即摆较无啦，以前可能咱逐个拢，即摆人无啥伫写批，若古早的人伫写批，40年前、50年前，像我若走去高雄写批，啊写互阮囝，啊是讲写互阮爸，啊伊就讲。猫咪人有鱼啦，有高雄旅次无，旅行的次无，就是讲这个次就是我伫旅行当中，旅行当中住的所在，这个讲起来厝才就是啦。啊，即摆讲写迄个错无，哎，那个啊，毋过即摆迄教育部拢嘛用迄错。迄错是什么意思呢？古早哇，优质式的无，咱若要去无，爱个户顶无，吼，就是边啊通角啊，有时候就是家中若有人不停停尸的地方啦，哇，代替大厝啦，坑大厝的所在啦，吼。啊，但是即摆才拢用迄字去啊啦。